尊敬的评委老师，各位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麦祖奈麦尔达，今年7岁，出生在韩国，来自中国美丽的新疆。今天我要演讲题目是努力奔跑代替光明。以前妈妈总说希望我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，我总是非常困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但是经过这次疫情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想要快快长大，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想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。而在我的心里，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是我的爸爸，他的肩膀是我看世界的瞭望台，他的爱就像是一把大伞，即使在风雨交加的路上，也不让一滴水珠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国家公派的医学博士，对待工作特别认真，我喜欢看爸爸学习工作时的样子。有一次我坐在他的身边，看他边看视频边写笔记，一会儿点点头，一会儿奋笔疾书，目光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。我问爸爸，为什么要选择当一名医生呢？爸爸回答说，因为喜欢，因为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对于自己工作的热爱，也看到了他身上背负的责任与光芒。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医生，成为一个迎着光努力奔跑的人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带给他们光明和温暖。2020年的这次疫情让我亲眼看见了爱与希望战胜了病毒的模样。我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也变得更加坚定。在我心里，医护人员都像是超级英雄，他们牺牲自己，守护着万家灯火，国泰民安。他们照亮了我们，也照亮了希望的方向。所以长大以后，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我想成为一个像父亲母亲，像康毅的叔叔阿姨那样有着万丈光芒的人，努力学习，倾尽全力，迎着光努力奔跑，用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力量给他人带去光明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我的演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